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代購 Janice 啦。咁今集咧就係要講呢個實鏈嘅袋。咁係乜嘢袋咧？就係呢一個大家見過見熟嘅馬鞍包，真真。咁其實咧，呢一個袋一出嘅時候咧，真係風靡一時嘅，係好多人用。咁但係佢因為真係太巴閉啦，已經變成咗恆常款啦。即係其實佢而家基本上季季都會出㗎啦。咁所以我覺得，如果你唔係真係成日買袋，又或者想買一個非常之實用嘅袋咧，我就覺得呢一個係非常好嘅選擇，因為係唔會過時嘅。暫時佢一直都仲係恆常 keep 住出。咁啊，我真係好想推介，係因為即係出咗咁多袋啦，其實經歷咗咁耐咧，我覺得呢個袋咧成為恆常款咧係好正常，因為其實佢係容量非常大，因為佢本身係 canvas 料啦，咁所以其實佢好輕，同埋呢啲位都薄咧，咁所以容量係可以好多，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咁啊，俾個大機嗱，大機係絕對冇問題嘅。咁你砌好咗，其實你睇到仲有好多位剩，你絕對係可以再擺得翻一個中銀包啦。即係我諗長銀包就要睇你個 size 啦，你要度一度啦。但係中銀包厚少少都冇問題，因為而家其實好多袋冇佢呢一個咁實用，即係佢有咁厚度。而其實我放一放上，即係孭上身俾大家睇下，個 size 係非常 fit 嘅，即係佢唔大唔細，啱啱好中間嘅 size。咁你就會睇到㗎啦，即係你戴上去呢，其實佢又唔係好大，又唔會特別細，所以個容量係非常好。因為有時可能你有呢一個 size 嘅袋，但係因為可能佢係皮做啊，或者可能一啲 design 令到其實個容量就唔係咁好。但係呢個就絕對唔會咯，佢仲要前邊仲有一個細嘅位，你可以擺散紙又好，你擺個卡片度又好，或者擺啲臨審嘢，可能你擺嗰啲你哋好薄嗰啲茶粉嗰啲粉餅啊。一啲少少嘅化妝品，甚至其實你後邊都應該仲有啲位置，可能攝唇膏啊、散紙包，其實都絕對冇問題，因為佢都唔係矮㗎，都有啲高度。最緊要佢夠闊，同埋呢啲位佢薄啊，所以你用嘅空間可以好多。即係後邊其實仲有一個暗格添，所以佢呢一個間隔我係非常之推介，連個形狀都係靚㗎。咁所以如果你本身自己唔係話成日買袋，又真係 budget 有限。想揾個實用啲嘅袋，我呢個係極力推介，重點同埋佢夠輕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睇完呢啲片有興趣都可以揾翻我㗎。拜拜。